给你们看姐妹和奶奶。什么鬼？左边是女的吗？左边是女的呀。什么？左边是哪一个？安娜，左边是她。彩鞋7号。哇，娜娜你好漂亮。你更漂亮。7号我不知道。姐妹。 7号不知道。刚才云霄的 MV 有一个镜头就在这里拍的，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不要。他不肯给你们演。闭上眼睛，给我3秒。你说的啊，快闭上眼睛。我数1、2、3啊。1、2、3。你醒了。骗子。看祝英台，祝英台不在这里吗？还有看另外一个剧。那你带他去看吧。等会儿我们回去再给你看。等会儿给你看啊。情侣装，对，情侣装。还是我老婆漂亮。不用，就看你俩，就看你，就看你。哎呀！对。哎，你们是光拍不唱，对，今天光拍不唱。我听不懂哪一句话。你刚打了我多少下你？自己的女人是什么鸡人？你过了啊！那我自己出来。云霄怎么和我在西码头上看到的不一样？越来越美了。一样啊，可能我那个时候比较瘦，我现在胖了一能点。问一下，最近在江苏巡演，等会儿我们这边拍完之后，然后就出发去启东。我们2个找了一个地方约会。你们不要打听听嘛，听听观众都没有。刚才他们说要看你，要看那个万松书院那个祝英台。那你回来呀？我们还没约完。哦，你们俩还约不够是吧？好，给你抛个媚眼，给你们俩抛个媚眼。你看那个大老婆，你做了什么表情？不是他大老婆，大老婆在自己那个。哎，直接把李莎换出来吗？上学的时候就是说搬东西，他们总是说女孩子不是她自己这个盖头要么到我头上，要么到她头上，她自己不到你头上，你头到前面去。你们给她再来个盖头好不好？她在作我，她没有头，那我自己买，怎么给你买一个头？能不能弄的？哦，我要盖头了！这个盖头是哪里来的？新做的吧？买的才有的啊！谢谢。我要游一下，在游乐场自己也要给老婆，对，上盖头，这样也挺可爱的。像那个米奇，那好看吗？对，刚好被你搞完了。我前2天那个包是什么？小西是学校里的第一个老婆。我在学校里我没老婆。对，那好像没有。我没有。我学校里有老婆吗？但小我学的是单人班，我在学校里我全部是单个人，我是跟着一人打天下的那种。我不知道我的抖音号。好，这个过去了。再聊云霄就结束了。开的。
今天怎么左拥右抱？我们是和谐社会，不适合武力，不适合武力解决问题。什么？我眼睛有点花掉了，头晕。妈，不行，这个问题一定要看见，不能头晕，不能划掉。他们应该反复敲。神大老婆在哪里啊？没有，我说那个是那个大老婆是别娜，别娜来了没有？那她应该快敲好了，早上。我觉得我们这样，他打我，他们两个一起打我。打谁？他们俩打谁？我。他们拿着，那我打谁？哇，大老婆你也太好看了吧！你看我们这蓬头垢面的，他一个人一直那么。砸死！哎，咦？什么？哇，余下3秒钟坚持不住，我知道的。你好轻哦！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终于知道陈丽君的腰为什么老是上吊了，就因为家中有老七。老七压生活的重担迫使我压上来。把我吃了。我觉得，余香，我觉得我头发不行了。